喺20世紀下半葉至21世紀初嘅香港藝術版圖中，歐陽乃尖嘅名字已經成為本土情懷同街頭寫生嘅代名詞。作為香港本土培養嘅第一代有卓越成就嘅畫家之一，歐陽乃尖嘅藝術生涯唔只係一段跨越70年嘅個人創作史，更係香港呢座國際大都市從戰後經濟起飛過渡回歸到當代轉型嘅視覺編年史。佢用一支畫筆將香港街頭巷尾、漁村港灣、歷史建築以至市井塵囂，轉化為具備高度審美價值同歷史厚度嘅視覺檔案。歐陽乃尖嘅創作哲學我手寫我心，體現咗藝術家與土地之間最純粹嘅共生關係。佢嘅藝術風格融合咗西方油畫同水彩嘅透視光影，以及中國傳統水墨嘅筆墨氣韻，塑造咗獨樹一幟嘅香港本土藝術經典。歐陽乃尖藝術造詣嘅養成，深受20世紀中葉地緣政治同文化遷徙嘅影響。1931年，佢出生於廣東新會一個嶺南家庭，7歲時隨家人定居香港。呢段從珠三角腹地向殖民地邊陲嘅遷徙，係當時廣大嶺南藝術家同知識分子嘅集體命運，亦為佢日後喺創作中融合中西、游刃於港陸之間，奠定咗堅實嘅文化根基。歐陽乃尖一生對繪畫媒介嘅探索，經歷咗從西畫回歸筆墨，再到中西融合嘅辯證過程。早年佢學習西洋畫，作品媒介包括油畫、水彩、版畫、素描。後來佢更加集中水彩同水墨嘅創作。就咁聽落去，好似只係一個畫家嘅正常發展。但歐陽乃尖最特別嘅，唔係佢識幾多種媒介，而係佢真係行出街去觀察、去感受同創作。歐陽乃尖嘅藝術成就入面，最為社會大眾所熟知及尊崇嘅，莫過於係佢對香港城市景觀嘅忠實記錄。佢被譽為半個記者，用畫筆喺急速變遷嘅香港都市中同推土機賽跑。喺1990年代，歐陽乃尖喺大公報擁有一個獨特嘅專欄，佢同朋友合作，每日朋友負責撰文，而佢就提供插圖，維持咗長達5、6年嘅每日創作。喺嗰段期間，佢每日孭住小折凳、繪畫用具、乾糧和水，喺香港18區遊走。佢頂住太陽，吹住海風，喺街邊、天橋底、山邊、海旁，一筆一筆咁畫。據說歐陽乃尖喺呢段期間走遍香港每一個角落，完成咗近2000幅速寫作品。佢曾經創下每日畫7幅速寫嘅紀錄，而每幅畫要畫半個鐘至2個鐘左右。呢一種近乎苦行僧式嘅創作，最後部分嘅作品結集成書，積累成著名嘅素描香港系列叢書。有啲畫家中意畫超現實，有啲畫家中意表現氣勢。歐陽乃尖嘅畫入面表現咗啲乜嘢呢？佢畫漁港、街景、鄉村小景、歷史建築，佢唔會放過捕捉香港街頭巷尾日常嘅機會。佢冇刻意將香港美化，而係將香港當下嘅風貌記低。佢唔會淨係畫啲最偉大、最宏偉嘅景物，反而好多時係畫我哋身邊最容易被忽略嘅嘢。例如歷盡風霜嘅唐樓、路邊店鋪、喺碼頭停泊嘅小船、街尾一座冇人特別留意嘅建築。正正因為佢畫呢啲，所以佢嘅作品有一種好強烈嘅香港味道。話說有次佢喺荃灣街市畫速寫時，遇到一位聰明嘅媽咪。呢位媽咪帶住兩兄妹，只簡單吩咐兩個細路喺歐陽乃尖身邊睇伯伯畫畫，而自己就消失喺街市中買餸。歐陽乃尖喺專注作畫嘅呢半個鐘入面，無意間扮演咗臨時保姆嘅角色。呢種基於陌生人之間微小信任嘅人情味，亦正正係佢畫作中嗰種溫暖調子嘅來源。除此之外，佢嘅作品盛載住香港人嘅集體記憶。
佢記錄咗啟德機場繁忙嘅飛機升降、荔園遊樂場嘅童年笑聲、九龍城寨嘅雜亂無章、中環天星碼頭鐘樓嘅莊嚴，以及舊灣仔街市嘅市井風情。與此同時，佢亦捕捉咗城市向未來伸展嘅姿態，如1998年快將建成嘅汀九橋、會議展覽中心新翼、青馬大橋同西九文化區等等。呢種可以跨越時空嘅創作，令佢嘅作品具備咗無可替代嘅歷史價值。歐陽乃尖嘅畫其實唔只係藝術作品，同時已經成為咗一種城市視覺檔案。佢用畫筆保存咗香港某個年代嘅精神面貌、市民嘅生活節奏。呢個亦係點解好多資料都會提到佢特別擅長將香港歷史建築同街頭景物入畫，形成獨特嘅本土藝術風格。佢作品入面嘅香港，呈現當時城市嘅紋理、質感同空間感，同時你亦會見到普羅大眾各式其式嘅生活，大家會感受到呢座城市嘅生命力，真切見證到呢個地方急速發展時候嘅蛻變。呢啲種種嘅真實，就係香港最珍貴，但亦係最容易流失、最難以保存嘅嘢。因為香港變得實在太快，快到有時我哋都未趕得切反應過來。一間鋪頭已經執咗，一座舊樓已經改建咗，甚至成條街已經俾人拆咗。一啲你以為會永遠存在嘅景物，原來轉眼間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香港好多時俾人嘅印象係逼、密、亂、舊、實用、冇空間。你要喺咁樣嘅城市入面揾到值得畫、值得記錄，甚至值得欣賞嘅地方，其實係需要具備眼光。而歐陽乃尖就有呢種眼光。佢令我哋知道，香港唔只係一個賺錢嘅地方，香港都可以係一個值得被凝視、被描繪、被珍惜嘅地方。佢幫香港建立咗一種視覺上嘅自覺。原來我哋自己嘅城市、我哋自己嘅街景、我哋自己嘅生活都可以成為藝術主角。除咗創作，歐陽乃尖做過已故藝評家黃蒙田主編嘅權威藝術刊物《美術家》雜誌嘅美術編輯，亦曾經喺香港美術專科學校、嶺海藝術專科學校同正形設計學院等地方任教。亦即係話，佢唔單止自己畫畫創作，仲有份參與香港視覺文化同藝術教育嘅傳承。另一樣值得一提嘅係，香港著名跨媒體創作人歐陽應齊係歐陽乃尖個仔，而個仔嘅藝術細胞無疑係源自爸爸。喺香港01嘅一個訪問入面，歐陽應齊提到佢細個嗰陣時，有段時間爸爸每朝早都會帶佢去石梨貝水塘行山同畫畫。呢段經歷對佢嚟講係一個藝術啟蒙。又有一次，佢剪爛咗爸爸嘅畫筆，最後被爸爸喺大髀上留下咗膠拖鞋嘅印記。呢個亦反映咗畫家爸爸視畫筆如命嘅藝術家性格，令歐陽應齊同媽媽覺得畫畫先係爸爸嘅真愛。兩代人嘅美學觀點存在顯著差異。歐陽乃尖追求傳統精確嘅美感，曾批評個仔嘅漫畫醜，而阿仔則深受西方設計觀念影響，有自己嘅一套美學觀念。但你會發現呢個家庭某程度上都幾有意思，佢兩父子嘅創作主體其實係一致嘅。爸爸用畫記錄城市，仔仔用文字、設計、飲食、生活、文化去側寫城市。大家都係喺度處理緊香港內容，無論係爸爸筆下嘅唐樓，定係個仔書寫嘅香港味道，背後嘅其實都係嗰份對香港本土文化嘅深情回歸。雖然兩父子嘅創作形式唔同，但某種對城市細節好敏感嘅特質，就好似係有一條線連住咁。歐陽乃尖喺大半個世紀嘅藝術耕耘入面，獲得咗官方同學術界嘅一致肯定。喺2008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授予歐陽乃尖榮譽勳章，以表揚佢喺藝術創作上嘅卓越成就，以及對香港藝術事業嘅重大貢獻。呢個唔單止係對佢個人技藝嘅褒獎，更係對佢記錄城市呢個社會公職嘅一個官方肯定。歐陽乃尖嘅一生與香港同呼同吸，佢以筆尖為泥，喺鋼筋水泥嘅叢林中開墾出一片溫暖嘅人民綠洲。佢對寫生嘅堅持，除咗係一種藝術技巧嘅搜究，
更係一種喺數碼時代對真實感知嘅頑強守護。從中國大陸到香港，從油彩到水墨，從藝術工作者到榮譽勳章得主，歐陽乃尖嘅藝術軌跡完美詮釋咗何謂香港本土大師。佢嘅作品除咗留住咗蕭瑟嘅建築，更留住咗嗰一份屬於香港人勤奮而謙遜嘅生命質感。佢雖然已於2022年4月27日安詳離世，但佢留下嘅每幅作品將永遠作為香港城市靈魂嘅視覺見證。我哋而家生活喺一個影像極多但凝視極少嘅年代。我哋每日睇好多圖，碌好多片，睇好多資訊，但真正會停落嚟仔細望一棟樓、一條街，其實越來越少。而歐陽乃尖提醒我哋，觀看係一種能力，記錄係一種責任。尤其喺香港呢種地方，變遷從來唔會等人。今日你覺得平平無奇嘅景色，10年後可能已經變成當年先有。所以當你再睇返歐陽乃尖嘅畫，你會發現佢唔只係畫緊當下，佢其實係幫未來嘅人保存緊過去。最後送俾大家一個小小嘅動作建議，今日或者聽完呢集之後，你可以試下行出街，先望一望你附近條街，留意下招牌、樓梯、窗框、騎樓、巴士站、舊鋪頭、光線落喺牆上面嘅顏色。你可能會發現，原來香港一直都值得被凝視、被感受，只係我哋太耐冇停低，或者將有限專注力俾咗手機。多謝你收聽今集內容。如果你鍾意呢類有關藝術、城市記憶、文化人物嘅香港故事，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同埋留言，話我知你下一集想聽啲咩嘢故事。我哋下集再見。